在院会里面，非常多的委员一再的提起一件事情。你在这个纾困的救急急救当中，到底什么样的措施是最适当、最能够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的经济有一点波动，甚至能够有活络起来的可能？唯一的就是现金发放。上次我们在这里执行的时候，我也都是跟您提到，现金发放是最要紧，而且可以及时纾困就是要及时，不能等到后段的这个振兴。现在就要及时，你们要用那个什么coupon券这个外面的说法是，这个根本就行政程序非常的复杂，部长，包括税务的考虑很多小商家根本就不想用。好，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大家一直在关心的就是所谓的花现金的问题。那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，从我们来看。那个所谓的诱花的效果的问题，因为呢，你如果花了现金，有一寡人把遐钱全摕到落地啊啦，所以那个诱花的效果小于1。那如果花消费券是大概等于1。那如果花 coupon 的话，那因为有25% 的折扣。因为着要领1000块，也开4000块，所以诱发的消费有4倍。就算你不发现金，你用通货的消费券给他们，把它当作通货，当作货币可以用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那个消费才会起来，消费才会被刺激的。你现在，咱政就是爱较紧来针对有需要者、有需要企业。爱来甲救活起来，有企业救活起来了，有就业，有就业了，有薪水，有消费能力。对了，那个保钓你现在这个经济的动能3件事情你要摘出口、消费，跟这个投资嘛，投资没有人嘛，出口没有嘛，现在就剩下消费可以用。消费怎么？他口袋有钱，他吃了会消费；口袋没有钱就不会消费。所以你给他钱，现金发放，让他可以去消费，这个动能才会起来的。现在的情况是非常时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终点。这第一个报告。第二个，请你说，听我说，听清楚。好。第二个，你说你要拿1000块，你必须要先花4000块。现在老百姓一个先决实际情况，我就是靠得棚子，没有钱，所以本席仍旧在一句话，请教。发放现金有没有列入在经济部您的考量之中的一个方案之一？这我来甲委员报告，第一个就是等于讲，即马政府才会当做，就是讲大家需要现金，所以现金阮即马去找啥呢？有需要现金的，就是这企业主，这企业主。部长，请你就针对本席的提问，发放现金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可能？就回答这一句话就好。以即马来讲，阮是用提供现金的补助啦，这嘛是等于现金啦，这个是员工薪资补助嘛。本席再次具体建议，请你列入发放现金为你在纾困的这个方法之一，建议部长。安尼这样我就好，感谢委员，你敢提醒。